是伊家顶的阳光，温柔个慈爱，充满主听的快乐，着我更照，我的心无搁温柔。完全来献上，愿主听来关爱我，你听通伫自由头摆，我愿意降服。幸福，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你的怀抱中，你是我的主，是伊家顶的阳光。伊家顶的阳光，温柔个慈爱，充满主听的快乐，更着我更照，我的心无搁温柔。完全来献上，愿主听来关爱我，你听通伫自由头摆，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幸福，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你的怀抱中，你是我的主，我愿意幸福。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你听通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约翰福音7章38节内底安尼讲：信我的人就信圣经内底所写，要对伊的腹内流出永远的江河来。你们信，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彼得前书1章21节。我相信，我选择相信，因为我相信那爱我的主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选择相信》。
我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赐给我一颗永永远远倚靠你的心。选择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赐给我一颗永永远远依靠你的心。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祝你将我再次举起，我的终身在你的手里。我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我敬拜你，高举得胜旌旗，我赞美你，直到地极，我荣耀你，用我生命来爱你。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赐给我一颗永永远远依靠你的心。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祝你即将我再次举起，我的终身在你的手里。我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我敬拜你，高举得胜旌旗，我赞美你，直到地极，我荣耀你，用我生命来爱你。我称谢你，我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我敬拜你，高举得胜旌旗，我赞美你，直到地极，我荣耀你，用我生命来爱你。感谢主，让我们选择相信。诗篇30篇第11到12节，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的赞美你。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感谢主。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主耶稣佢讲，我就是真理，我就是活命，我就是道路。若无照着伊的人，无通到天边遐尼去。我确实伫这条信仰的道路当中，单单的相信，咱就单单拄着迄种大大的祝福。主嘛教咱要安怎祈祷，咱做伙来唱这条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生，不管是我们的服事，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不管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我们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国降临，降临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个人心中。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献上感恩赞美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再来唱这一首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接下来的礼拜，请赵刚。
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才通意爱？我的心神愿望耶和华的殿宇甲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叫。以色列啦，你着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慈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世间情人拢着恬静，虔诚徛伫面前，无伫看愈世间俗事，各项问题你受事，上帝讲你的心。咱就敬拜是天天。请咱做来吟圣诗123首美调。耶稣真正死倒活，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做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大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
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得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啊，这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启文34篇。启文34篇，咱所听见的有一罪神啊！摇我的手，放一嘴显明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亲像真正的影。伊无好形状，无威仪。咱看见伊也无好形容，通互咱因无伊。伊受看轻，互人放杀。受侪侪苦痛，常常拄着忧闷。伊受看轻，亲像互人黄面无看的一样。咱也无尊重伊。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陪咱的苦痛。总是咱也以做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过失受伤，也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马路，饶我，互咱众人的罪，讲开伫伊的身上。伊受压迫，拄着艰苦，也阁无开喙。伊亲像羊仔，牵到受害的地。搁亲像羊伫僭妄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也安尼无开喙。伊对压迫甲审判受触气。伊伫的世代，是最受着伊对为地受整治，还是因为我的百姓的罪过受拍？伊虽然无行恐怖，喙也无有诡诈。犹顾伊的死甲歹人同亡，甲妇人相甲。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总是咱担当侪侪人的罪，搁替罪犯祈祷。阿妹，接下咱再来吟圣诗455首。上帝吉听有罪的人，请咱坐得吟全首。
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生命何等稳定的祝福，感谢你伫即个荣耀搁活祭的主日，互阮会当组织伫你的圣殿做伙敬拜，同欢喜耶稣基督对死而倒活，他赢罪恶甲死亡，带来永远的盼望甲新生命的开始。主啊，你的搁活毋嘛干若是历史的记号，更加是阮信心的根基。因为耶稣的倒活，互阮无得互罪恶来捆绑，无得活伫黑暗甲绝望中，反倒当得到自由甲光明的生命。今仔日，愿满心感谢你，有阮的兄弟吴松林、刘世忠，甲伊的太太柯金英姊妹，愿意领受洗礼，成做基督徒。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甲喜乐。因愿意公开见证信仰，立志一生跟对耶稣基督，行伫真理的道路顶面。阮感谢你，主啊！阮也要恳求主你用圣神大大充满受洗的兄弟姊妹，互因伫信仰坚定不移，无论拄着啥物种的环境，拢无偏离你的疼，互因的生命对担甲基督同死。当埋葬，当倒活，进入全新生命的旅程。阮也要为着得当教会献上感谢，愿各位主激励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活出美好的见证。愿阮的生命也会当真侪别人的祝福，互得侪人来明白你的救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求，阿门。上帝的yêu歌，就是有去世间的罪，有你的名望。上帝的yêu歌，就是有去世间。
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旧约圣经诗篇71篇15节到20节。15节，你的公义以及你的拯救算袂了。我的嘴通日要讲起，我要来讲主耶和华大权能的事。我单单要讲起你的义。上帝啊，对我少年的时，你有教示我。到现今，我要保养你奇妙的所在。上帝啊，我到年老他们爬的时，求你唔通放杀我。听候我将你的气来指示下代，将你的大权能指示一切将来的人。上帝啊，你的义真悬。上帝啊，你捌行大的事，一水会亲像你。20节。你是互阮经历过侪大患难的，你要互阮搁栽活，也要救阮对地深淹起来。阿门。接下来，咱再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1章23节到27节，到43节到44节。23节，耶稣对伊讲。你的兄弟要搁活，马大对伊讲，我在末日搁活的时，伊要搁活。耶稣对伊讲，搁活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往死，也搁要得活。今仔我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信即个吗？27节，伊对伊讲，主啊，是啊。我已经信你是基督，上帝的囝，就是来入世间的。咱就看43节到44节，讲煞就大声吼叫讲，要节录出来，死人就出来，手骹包布，面包巾。耶稣对因讲，头开，互伊行。讲道经历得我的欢喜。咱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的圣心，也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经历到搁活者的快乐。今仔日的故事咧讲起搁活，耶稣甲伊的学生甲马大马利亚讲。搁活毋是将来上天堂的事，搁活是今生今世、处时处境。你信吗？愿主互圣神，愿互主耶稣基督搁活的圣神，伫今仔日，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因为搁活毋是干那关的将来永远活，即种的应允。搁活嘛是互小信的人，就是甲主讲，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心无够额。主要互咱的信心搁活。主嘛甲绝望的人讲，伫你绝境绝处逢生，搁活就是绝处逢生。已经死，已经臭，但是主讲你信嘛？活命甲搁活在伫我的手中。玛利亚甲伊讲，主我信，是互愿望来到咱的中间。第三项，伫死、伫孤单、伫忧伤的中间，马大、玛利亚口角分歧。但是耶稣将天父上帝听带到这个家庭，所听的弟兄们，搁我是今生今世、处时处境，甲咱拢有关系。愿这个圣神将愿望、将信心、将仁爱，赏赐予咱众兄弟姊妹。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耶稣，你用搁我向全世间人表明一项事。就是阮的上帝是真搁活的上帝，除了以外无别的神明会通互人对死搁活。你是唯一真、独一真的上帝。你互主耶稣基督搁活，毋是一个故事，伊带世间人今生今世，甲将来永远活。阮拢要伫主耶稣你所赏赐搁活的荣耀的内底。
祝福小信的人，互绝望的人，互心内孤单失志看不家己的人，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众人拢得着主你的怜悯。愿你降临伫每一个特别伫孤单卑微的人因的生命中。愿天父上帝听我的祈祷，互今仔日的礼拜毋是听讲道，互今仔日的礼拜是领受活命的祝福。主耶稣，请你来，请你来到阮中间。愿安尼感谢你，恳求你，邀请你，奉主耶稣基督你家己的圣尊名求，阿门。要甲吴松林甲老世忠、甲关金明姐，甲恁讲恭喜。今仔日是恁决志要领洗礼，也是恁家己选择要行这条人生的道路。愿天父上帝亲自予恁一个祝福，因为圣经内底有安尼讲。一个决意要认上帝做天父的人，伫天顶嘛要为伊来欢喜。既然选择天父上帝做伊的囝儿的人，上帝要甲伊讲：今生今世，一生一世，永永远远，我拢是你天顶的天父。你今仔日开始，你要做我的囝儿。兄弟姊妹，今仔日下礼拜真特别，但有3位兄弟姊妹，因对初信到报道。有诶，吴松林较长一点吴松林伊嘛有一段真长的故事，以后有机会，互伊家己甲咱讲即个老世忠兄弟甲关金英姐，因来咱教会足足拄6个月，对初见面到即摆，因几乎礼拜日毋捌缺席。伫顶礼拜了后，因为咱顶礼拜会讲到第8讲与主同行。伫礼拜了后，金明姐真心中甲我讲伊的心内话。迄个时阵，我对心中有得到真大的欢喜甲感动。伊讲牧师，阮想讲后礼拜要洗礼，因为搁偌济是一个真神圣的日子。兄弟姊妹，咱做伙代表这个大家庭来欢迎这3位。今仔日毋是干那做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做天父上帝。伊的囝儿，世忠兄金明姐、松林，对今仔日开始，上帝出入带恁行，上帝时时刻刻甲恁三合伫地，愿恁伫一生的中间经历到，即个主耶稣所带互恁一切的祝福。基督教有2个足要紧的节期，第一个节期叫做国外节，圣诞节。圣诞节代表主的救恩，天父上帝会听，对天降临。国外节代表什么？国外节代表绝处逢生，人伫绝望的中间死国外。上帝向世间人来表明，伊毋是干那讲故事互人听，伊是一个会当互人有永远活的快乐甲活命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2段圣经拢讲到国外这项代志。愿天父上帝听恁的祈祷。说使咱中间有人信心倒退，你心内感觉惊吓，你感觉好像就无望望。愿主下手伫你的心，甲你讲，毋免惊，我的囝儿，我甲你三合伫地。因为国外这是一个新的活命的开始。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今仔日牧师要说的讲道，因为今仔日咱有真要紧，就是有3个兄弟姊妹。要徛伫咱众人甲上帝的面前来讲，我愿意，咱要用真欢喜的心来接纳因。咱今仔日嘛有第2摆来教会，甲咱做礼拜。这堂教会有一个邀请，第1摆来是人客，第2摆来就是家己的人。第1摆来是人客，第2摆开始就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愿天父上帝，互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天边海角，既然有教会，你好当行入去。因为迄个教会就是拢属于上帝天父上帝，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今仔日个诗篇代笔讲，无有一个上帝亲像我的上帝，无有一个生命亲像我的上帝，无人会当亲像伊，因为伊行奇妙的大事。哈利路亚！所以兄弟姊妹，愿这个上帝甲你三合伫地。代笔讲，对我少年的时，到我头毛白，这句话嘛真吓我。对我少年的时阵，父母带我去教会上主日学，到今仔日，我虽然无留喙鬚，但是头毛白。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向恁显明讲，伊是独一真的上帝，
无其他的生命会当亲像伊谢中兄今明这长伫这个蒙德利的中间，因讲足清楚，因来对主了后，因感觉伫这段时间，因有足深的体会到祈祷上帝的回应，迄种的欢喜、平安甲快乐。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是真可爱的上帝，阿免嘛。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来敬拜伊。我是好奇的囡仔，因为我的阿祖，伊信主了后，甲我的太祖讲一句话，伊讲：爸爸，若要信，若要拜神，爱拜真的；若要信，爱信迄个上大的。我的阿祖较遮尔有智慧，对安尼开始，我的外祖。带伊全家大大细细来信主。迄个时阵，我的太祖也毋捌去教会，伊想讲伊的即个教囡仔，大概叫刷掉，去互啥物做安尼魔神啊刷掉，所以对外面倒来了后，赶马车了了。但是上帝真的就是真的，毋免通过做礼拜讲道，毋免通过查经班造就，上帝相信入你的心，伊知影讲一摆个礼拜就知影讲，伫礼拜中间咧讲的上帝是真的。对迄个时阵开始，阮的家族开始享受上帝的救恩。所以兄弟姊妹，愿今仔日的救恩入谢中兄今明这恁的家庭，有双人，上帝听你祈祷，因为你有看到真侪几位你的伫喜乐保院做伙大汉的兄弟，人的人生真短。有双人讲。我无爱倒伫病院才来临终受死，我要趁下我勇健健康的时阵，我要来信主。上帝听你的祈祷，互你最后这个时间倒吃甘蔗，哪来哪甘甜。上帝互伊的稳定对你到一世人，毋是干那伫肉体的身躯顶悬，伫你的灵，伫将来，愿天要上帝甲咱三合伫地。兄弟姊妹，咱爱常常甲咱的心。宣告讲，除了我的上帝以外，无一个神亲像我的上帝。伊全然无共款，伊全然疼惜我。这你相信吗？你愿你互上帝这个完全的疼，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为你做主吗？愈是咱做袂来的事，咱愈爱祈祷，好不好？愈是咱做袂来的事，咱愈交托互上帝。兄弟姊妹，说书这个阶段，你若有啥物事拄着艰难，你感觉做袂来，你吐气的时阵，甲上帝讲，上帝是专门听吐气的人祈祷的上帝，你相信吗？马大马利亚就是安尼。今仔日个新约故事就是安尼。等下咱读落去了，你就了解讲，哇，原来上帝是一个听人伫吐气中间祈祷的上帝，伊全然无共款。伊竟然会当互死人过活，伊是真过活的主耶稣。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愿天父上帝为你的生命行奇妙的大事。无一个生命亲像伊，嘛无一个世间人会当亲像伊。耶和华对永远到永远，我要敬拜你。不但我的家族，我的子孙，拢要永远尊主你最大。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所以，兄弟姊妹，把这句话背起来，代表讲：上帝啊，你捌行大事，有之水会当亲像你。是，伫这个世间无一个神会当神明会当赢过上帝，因为咱要追求的是拜真神，追求一个上有关联到活命官兵。伊无起头，伊无煞尾，所以上帝的名耶和华伊的意思，耶和华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无起头，无结束。来用希腊语讲阿尔法甲欧米伽，对头一个字母甲上尾字母，这个上帝是无起头、无煞尾的上帝。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伊做你的瓦靠，好无？愿这个上帝做你的瓦靠。如果你有真侪心内事无对人讲，甲人讲佫惊歹势，兄弟姊妹毋免歹势，甲上帝讲，甲主耶稣讲。因为主耶稣就是听人流目屎祈祷的事情，甲人做伴以马内利的主耶稣。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牵咱的手，亲像这张图。你若袂记牧师的讲道的内容，恁就甲这张图刻放伫你的脑海中间。你讲主啊，我要亲像迄个囡仔，互你牵，甲我一生
会落尾。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第二日今仔日个礼拜，我要甲咱讲起一个领受上好祝福的家庭，伊的名叫做马大、玛利亚甲列撒罗。这个圣经中间特别是玛利亚，伊是一个看到伊的兄弟死过活了后，对耶稣是完完全全的幸福。伊知影世间无一个人会当互伊死去，放伫亡灵台伫亡灵内底，3天4天身躯已经开始烂咧臭。但是耶稣竟然一句话，伊的小弟就对死过活。所以这个玛利亚死心塌地。所以过活是什么？过活就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绝望中绝处逢生。这个过活就是甲今仔日有关系的过活。所以听弟姊妹，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听马大所听见这句话。因为今仔日的新约这段圣经，伊的背景是伊的小弟列撒罗死，耶稣卖虎来到因兜，甲伊换手祈祷。因为马大甲玛利亚拢相信讲，主耶稣若较早来，就甲我的哥弟弟甲伊换手祈祷，我的弟弟病绝对袂死。但是死了后已经埋葬，照犹太人方式，死就随台，用白布包抹遐物药，抹真多遮香油，互这个尸体芳芳去伫咧永远的道路顶悬。所以耶稣甲伊讲。我甲活命在伫我，你相信吗？马大其实因犹太人相信将来后来的灵魂有一日伫天堂有永远活这项代志，所以马大甲讲：我知啦，你咧甲我讲这个道理，我知啦。将来阮死了，若上天，我会甲阮小弟伫天顶相见面啦。但是耶稣甲伊讲 ：No， 毋是。今仔日你要看到你的小弟倒来到这个家庭，所以听你姊妹。咱世间人无人有这种信心啦，除非你是伫家父病房，咧急救的中间，还佫有咧 CPR， 还佫有咧急救的时阵，还佫有可能讲乌骹的人会活起来。耶稣毋是这种的耶稣，耶稣伊的话带有开咱。关主耶稣的话入咱的所有兄弟姊妹，耶稣问你讲：你相信吗？也即你会回答伊啥物？愿咱的心，咱甲主耶稣讲：主虽然我感觉有摇疑，但是我相信，伫你无学伫正的事，求天父上帝甲我三甲伫地。耶稣甲玛利亚马大讲：搁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随亡死。安尼即句话就听有啊，捌着有无？信我的人随亡死，犹顾要搁活。意思是讲，恁虽然已经甲列撒罗办告别式。你嘛甲伊放伫迄个墓坑，犹太人甲咱无共款，咱是土葬，因是墓穴，伫迄个山洞的中间、石头的中间，挖一个墓坑，一个房间，可能亲人拢在做伙，那马列撒罗就是放伫内底。耶稣问伊的这讲，既然我得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相信吗？愿主的圣心帮助咱所听的姊妹，无论是初信，无论是对出世的信，到今仔日，所有兄弟姊妹在座每一个人，伫今仔日咱拢领受复活节的快乐。复活节的快乐，毋是迄个彩蛋啦。咱的主席的囡仔拢咧等礼拜了后，紧诶要去咱的会员内底来比赛，看谁找到较一粒的彩蛋。兄弟姊妹，彩蛋较简单，叫爸母买就有啊。咱外面真侪百货公司，也是大卖场，你若10块落入去，伊就走一粒。兄弟姊妹，今仔这个礼拜比彩蛋更加重要。那安尼，佫我是信。马大是想讲，是有一日我若上天堂，伫我的列祖阿伯拉罕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伫迄个施恩宝座前，我的列祖的祖先拢伫遐。伫迄个所在，我嘛会看到迄个国外的列撒罗。伊的信仰是安尼，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毋是听讲道的信仰，咱的信仰嘛毋是一个知识的信仰，咱的信仰是一个可真可活、可遇可求。兄弟姊妹，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恁的信仰是真可活的信仰，享受上帝甲咱三甲伫地。那安尼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讲，可活到底是啥物意思咧？
搁我伫今仔日即个圣经的经文中间，恁注意想，有即四项。第一，死而复活。耶稣第43、30、40，耶稣出声甲伊叫讲：拿撒勒出来！无迄个背景音乐个，等，伊就走了。耶稣讲：拿撒勒出来！迄个人死过活，死有几种的死？有魂无体嘛是死，对无？亲像稻草人。人的灵魂、人的愿望、人的心内的自尊，有真侪时阵咱生不如死。但是主耶稣所带来的兴旺爱，是要互生不如死的人会当重新享受我的快乐。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亲像马大甲玛利亚，看到拿撒勒走出来的时阵，我想因已经嘴开，哈哈，惊一个，唔知要讲啥物话较好。我相信伊毋是讲我看到鬼，我相信伊是着一件讲，哦，今仔日讲到我的主耶稣竟然遮厉害，有即种互人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兄弟姊妹，破涕为笑，转忧为喜，转忧为乐。兄弟姊妹，这就是愿望的福音。今仔日台南新人院的前院长有搭一个搁偌济主日的文章伫迄个 Facebook 顶端，无数毛个传贴，你应该看会到。因为伊引用一个叫做布鲁格曼即个德国的一个神学家，伊用伊所讲愿望的福音。愿所听的姊妹伫今仔日咱做礼拜搁偌济时阵，咱伸出双手，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我毋爱干那得到教会迄个红卵那点。主啊，我愿望得到你所想事，真正搁我的活命。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搁我的活命，伫今仔日放伫咱的中间。对今仔日开始，咱每一工拢甲搁我有关系。对今仔日开始，咱的观念改变，迄嘛是一种的搁我。咱的愿望改变，嘛是一种的搁我。咱的心中无搁再孤单，迄嘛是一种的搁我。就亲像伫以马忤路上，有两个人甲耶稣同行，头啊是头壳累累，因为因亲目睭看到耶稣死。当因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到因的厝，因伫路中耶稣出现，甲因同行。恁知影这个故事？兄弟姊妹，有另外一个故事，是甲咱的认真的态度有关系。有其中有一个人，是伫耶稣最后的一个时刻，伫十字架顶端。恁会记得十字架有几支？3支，表示恁知影伫耶稣身边还佫有2个人，对无？迄个故事，3个人顶伫十字架顶端，耶稣伫最后要吐开、要断开之前，伊讲一句话，伊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因毋知。”这句话插到伊的边仔迄个强盗，因为强盗伫伊的边仔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伊讲：“爸啊，赦免你，因为所做，伊毋知。”一个听有，一个听无，两个伫遐相争。一个伫遐咧讲：“耶稣，你若是真正的神，你就救阮拢活。”但是边仔迄个人来讲：“咱死有余辜。”读到伊到要死，还阁咧为咱祈祷。爸啊，赦免你，因为因所做，伊毋知。后来，这个人知，这个人回头甲耶稣讲：“感谢你，伫我一生最后，我有机会听到讲道。主耶稣，你伫祈祷中间为我祈祷讲，赦免伊，因为伊所做，伊毋知。用主有一日，你的国度若临到，求你怜悯我，求你纪念我。”所听的姊妹，搁偌济，就是仰望上帝怜悯的时刻。因为圣经安尼讲，若有一个人伫地上悔改，认天父做上帝做天父，伊伫天灵的大家庭嘛，要为着伊来欢喜。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伸出你的双手，甲主讲：“主，看我手，看我手，看我手。”直到我一生的路尾，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国外的愿望，将国外的信心，将国外的仁爱，
怜悯，放伫恁的家庭，互恁无欠过什么。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听咱的祈祷，应允恁，开阔咱的内心，特别是咱中间既若有人，你伫人生中间感觉人生足辛苦，何无事为你做祈祷？愿主耶稣的名，互你靠，主耶稣透帮你，互你对今仔日开始你讲，主耶稣前无你的事，我真辛苦，实实在在我过了真辛苦。但主耶稣自从你来到我的人生，你的圣心踮伫我的内底，我的生命就开始变轻松。愿天父上帝开阔咱的生命，伫今仔日的礼拜，通过圣神的帮助，通过耶稣家己的应允，伊讲：搁我甲活命在伫我，你相信吗？愿咱伫今仔日咱甲主讲，主我愿意。无论是破病的兄弟，无论是最近感觉真失志、失望的兄弟，无论是你伫心内感觉有真多的恐慌、忧郁、躁郁，愿主的平安进入你的人生，甲你三角地带。主开阔你的心，主透帮你的心，因为主讲：见那劳苦背重担的人，安那，通来就近我。也这你愿意嘛？你甲主耶稣讲，主我要将我一生的重担，将我一生所需要的使命甲责任，拢甲你做伙。无论活动的使命，若有你甲我做伙，这个使命就轻松啦。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愿咱大家伫今仔日的礼拜，若有伸出手的，拢有得着；若有拍开心门的，拢有得着；若有开嘴讨的，拢有得着；若心内相信的，拢有得着。愿这个各位主耶稣，不但甲玛利亚、马大、拿撒勒同在，也甲咱同在。对这事，直到世界的落尾。愿互主耶稣对四个我上帝的圣神，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11节。耶和华的灵就像耶稣对四个我，伊若踮伫恁的心内，若踮伫恁心内的圣神，就要互恁。要朽坏的死亡的肉体，要搁再活起来。你通花手伫你的心内祈祷讲：亲爱的圣神，甲我同在，永永远远。亲爱的圣神，甲我同在，永永远远。对这事到永远，咱当心来祈祷。所以伫你的面前，奉你的名自执，设立这段，出声祈祷。主耶稣，愿你降临伫阮中间，进入伫今仔日要洗礼的吴松林、老世忠、金英郭金英姊妹，至诚的天父上帝，愿你的圣神甲因同在，也甲阮众人同在，互阮领受各我主耶稣的圣神，互阮对死各我荣耀你的名，互阮身边的人讲，因信靠主的人何等的有福气。愿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接下来，咱要请主日学用诗歌来引导上帝的听。这个电请怎么说？咱来吟圣诗212首，伫咱吟圣诗吟到最后一节的时阵，来请谢中兄金明姐恁来徛伫头前。圣诗212首。咱人对咧大最出世，就胸中伟扬的旗，叫天官就修愿望，我可得地为恩的光，先辈兄弟起高我对，应算能光对你家累。咱感我，三位的家，咱的有，所以就地下咱追求，谁敢去实现所的愿，做到最后满。
详细来回答。咱即个帮赞是我靠邀我的名，所听的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对于4个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拢互我，恁着去普天的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佮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着教示因来遵守，佮我日日甲恁相甲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请恁3位注意听，即时恁已经承认主耶稣，欢喜来领受洗礼，但就对伊所对恁讲的话，恁也着深信。既然反悔来告别恁信仰，佮伫恁的名，伫伊的名来领洗礼，即个圣礼典要成做恁的罪得着洗清的记号，佮表明圣神以及顶头生的应允对主耶稣所赏赐。吴松林、老世忠、郭金英，请恁做伙出声来回答下面3个问题。恁有相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欢喜诚实来悔改，承认恁的罪，佮信靠主耶稣，互恁的性命得到清气，恁愿意安尼也无？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恁所有的气力，一世人跟对伊的脚步，行这条信仰的道路。恁愿意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来跟对主耶稣也无？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当即时阮的兄弟已经伫你的面前讲阿门。主啊，因对你所邀请的福音，对心中甲你讲，主啊，我愿意，愿你坚固因即种的信心，愿你的圣神进入伫因的生命中，成做因的祝福，成做因的帮助。即成天父上帝赏赐你教会有属灵的气力，通过水的洗礼，也互阮的兄弟甲姊妹领受圣神的洗礼。愿伫你的面前恳求圣神伫即时降临伫阮中间，亲像2000年前降临伫约旦河伫主耶稣的身上，求你也进入因的内底。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有双人，我用爸囝圣神的名，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一生过去所行的道路，无论是心、身、灵、魂所拄着一切垃圾污秽，主耶稣用伊的宝血，甲你洗甲完全清气，白亲像洗。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老世中，我用爸囝圣神的名，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至尊至圣荣耀的上帝的名，进入伊的国度，伫伊神圣的家内。也愿主的圣神进入你的内心，成做你的保惠师。也愿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洗除所有过去你所染着的，无论是思想，无论是习惯，无论是行为。对今仔日开始享受一个快乐新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郭金英，我用爸囝圣神的名，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三位一体上帝的圣名，对你的生命开始到你生命结束，主拢用伊的恩典，亲像油抹伫你的头壳顶，也愿伊的圣神即时降临伫你的心中。就是捌互主耶稣对4个我的圣神，互你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顶头生的生命，是伫圣神帮助新的活命。主，阮伫你的面前，安尼为着阮的姊妹兄弟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同心来祈祷。
所以说你讲，今有两三人组织，奉你的性命求，你就甲因同在。主伫这个荣耀的时刻，阮做伙来见证，阮有两个兄弟，一个姊妹，伊伫你的面前，诚心恭敬向你跪祷。主啊，求你将上帝国囝儿甲查某囝的名分赏赐互因，对今仔日开始，将这个称你做天父的这个福分，放伫因的喙，放伫因的心，互因无论打去到什么所在，时时刻刻会通讲起，我有一个天父，我有一个天父，我有一个天父。主啊，无人代替你，无人会通甲你比拼。愿你用你的圣手引带因行人生的道路，互因对即时到永远。当因拄着攻击、搅扰、未晓的事，主你的圣神甲因三甲伫地，最后说你的保护才做一个印记，黑暗的关系袂当侵犯因，保守因圣洁的活命，甲主你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永远的约，伫到因一生的路尾。愿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咱来请牧师甲咱5位长老来代表教会来接纳咱的兄弟，来进入咱这个信仰的大家庭。谢谢牧师。欢迎哈，也收听你。哎，50年，来，大家向后站起来，咱大家拍拍一下。咱来欢迎因三位吼，咱欢迎因三位进入咱的这个信仰的大家庭。哦，对，今仔日开始，咱就是一家人吼。伫上帝的面前，咱拢互称做兄弟姊妹，谁人叫做兄弟姊妹？就是咱都共有一个老爸，吼，天顶的上帝。对，今仔开始，咱就是兄弟姊妹，吼，咱拍拍甲因欢迎。照惯例，咱教会伫洗礼时拢会送洗礼人一本圣经，啊，本圣经有签名，就亲像洗礼证书共款。歹势今仔日袂赴，因为阮后来咧发现讲，可能因三位需要迄个大字版。啊，本来要用咱普通咱的咱的办公室的迄个普通版的啊，后来发现讲应该对因来较有帮助，就是大字版吼。甲牧师共款，咱到一个年会中间，咱目睭就会有无共款。上帝祝福因吼，上帝祝福因。好，请回座。咱来吟圣诗215首，咱来吟圣诗215首，咱准备来守圣餐。
主耶稣基督名，欢迎今仔属于伊的教会陪餐者三甲来领圣餐。亲爱的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今仔咬喙搭羡慕伊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所讲的话，记载伫保罗的批信。因为安尼，我对主领受，也捌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伊有安尼八饼讲，祝谢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恁啉、恁食的时，着安尼来纪念我。直到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照你的交代，你的吩咐，阮摆设这个饼甲葡萄汁，阮要纪念主耶稣你怎样伫十字架顶悬，献上你的活命，用遮尔奇妙的疼来救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主耶稣，你讲这个就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阮要用安尼来纪念你。主耶稣，请你来到阮中间，你亲自来主持这个圣礼典。你用你的身躯，用你的宝血来帮助你所呼召的每一个你的学生、你的门徒，互阮军队主你的活命，也活出你的活命，互阮伫你的面前讲，今日我无搁再是我，乃是主踮伫我内面的我。愿用你的性命安尼求，阿门。虽然所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世间人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咱来请陈宗胜长老甲邱吉长老来旁边。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亲爱的姊妹，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圣礼典的饼。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圣餐的饼。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阮虽然不配，但是你用你的身躯，成做一个拯救的记号，为阮钉伫十字架顶悬。主，阮感谢阿罗你。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
亲爱的姊妹，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齐来领受。吃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你着用安尼来纪念我。咱也请陈英宏长老、胡书记长老、甲洪娟长老来旁杯。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的会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代表新约，是咱的主耶稣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咱要用安尼来纪念伊。亲爱的姊妹，当咱碰到这个杯时，咱用感恩。用敬虔对咱的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这个杯就是新约，表明咱甲主耶稣基督立新的约。过的代志拢成做过去，一切换新。今仔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所以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说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的会所设立的，你着行安尼来纪念伊。所听的弟姊妹，敢有人无领受到圣餐的杯？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用伊的宝血所设立的，咱同齐来纪念伊。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阮全心感谢全能的上帝，你长看关心极大的疼痛，通过这个圣餐，互阮明白，你实在深深疼惜着阮。阮虽然未堪得，但是你降生来到这个世间，用这样尊贵的方式来洗清阮的罪。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饼，领受你的葡萄汁，领受你的宝血。主，阮恭敬伫你的圣殿，甲你立约讲，主对打开始，无搁再是我，乃是你活伫我的内面。求亲爱圣神来帮助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互甲你立约的心不变，互阮伫软弱的时，因为圣神的帮助得到刚强。阮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将阮家己交托伫你的时，求你来接纳阮。
亲像今仔日你接纳这3个新的洗礼，你的囝儿甲查某囝，祝福阮同齐行天路，直到永远见你的面的事。佮用你的慈悲圣心帮助阮过圣洁的生活，荣光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用感恩的心准备来奉献，咱用感恩的心准备来奉献。请怎么说？咱要非常欢迎，今仔日有头一摆伫咱中间的新的姊妹2位姊妹是晨会的朋友吼一位叫做张梅香姐妹一位叫做詹秀姬姐妹，咱欢迎伊甲咱做这礼拜真欢迎非常欢迎恁来参加一个是晨阳服务嘛真欢迎恁来真欢迎恁来。佮有一位姊妹是伫喜乐保育院，是慧婷的妈妈咱的保育院的一个家长黄淑静姐妹。她来过伊应该捌来过，咱真欢迎伊佮有一位是张丰尧兄弟伊对三峡第2摆来算起来算种的对。透早对三峡开车落来这是第2次相见面。无师拄则有甲咱分享讲，第1摆来人客，第2摆过去毋是人客佮有一个是这个林希成姐妹是毋是？是嘛是第2摆来咱真欢迎你，真欢迎你伫咱要行平安礼之前，保院的老师如今
真多谢你今仔日帮忙迄个松林吼陪伊来安尼吼，啊无松林拢爱家己吼开这只免入的吼，伊拢开这只对万合啊开这只来吼，但是今天很棒哈，谢谢你，谢谢。这个佩芳姐，你是下个礼拜就回去美国了吗？哈，那每当我们邀请你一起祷告可以吗？Cliff, it's our honor to pray with you before you go back to Alaska, and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and Pei Fang come over and we pray together before you leave. 咱做伙来。It's so good to have you join our friendship and also our service. And may God's kindness and also peace be with you from now and forever. Okay, let's pray. 亲爱的，咱做伙来祈祷，好，咱做伙祈祷。Dear Father, we give you honor and thanks. We thanks to be your children, and no matter where we go, we join the service, join the worship in your Holy Spirit. Today, our sister and brother, they are going back to Alaska. We're asking your blessing. You give all the kindness and all the blessings, and also your peace be with them from now to forever.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 好，无论是咱伫什么所在做伙做礼拜，咱来唱这条诗歌，吼，这条诗歌，来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你心中最大的福气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你传我行万世，传咱正直光明国度，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咱的中职讲，牧师，咱以前过足久啊，咱足长的时间无互相握手请安。我想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时间吼，国外的时刻吼。你若是最近有，比如说有感冒，还是讲肠病毒，你无方便甲人握手不要紧，你就甲人微微点头吼。咱来其他有，咱会利用这个国外节，咱来将咱的恐惧甲过去所拄着一段的隔绝吼。咱做伙，咱甲咱的身边讲，耶稣听你，咱起来咱甲咱的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吼。咱起来甲咱的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吼。传阮进入光明的国度，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
好，咱太久无握手祈祷，所以握袂了吼。咱来祈祷吼。头拄仔牧师宣布讲，咱要平安里啊，大家都向阳行一条吼。咱看到各位主耶稣来到咱的德登教会，兄弟姊妹，愿主将咱真多的这个不安，还是讲咱的这个忧虑，还是讲咱心中的一寡恐慌症，吼，奉主耶稣的性命，把它抛弃，咱带着平安向前走。咱做来祈祷。主伫疫情了后，阮教会已经停足久无安尼遮尔温暖，握着温暖的手。主，阮的谨慎无应该真侪阮永远的阻挡，但是愿天父上帝特别伫遮尔特别神圣的时刻，就是过活节，互人甲人的人际关系，互家庭甲家庭的人际关系，互人甲上帝你人甲神的关系，会通恢复，互搁活搁有健康。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祝福每一个阮在座阮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网络顶悬、伫教会的实体礼拜，心中若有重担得到投放，心中有恐慌的得到医治。主耶稣，你特别怜悯阮中间肉体欠安伫病院、伫厝咧疗养的，奉主耶稣的名，互因得到国外的快乐，因的身躯得到勇健，照顾阮的士大人，照顾阮教会的年长的长辈。互因每一天出入平安，互因起床到困眠，无论是伫起床，无论伫困眠中间，拢充满喜乐甲平安。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好，咱来请咱的师会来报告。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哈，太高兴了。是，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好不好？请生日的人来头前。中间来，都下来，转过来。陈浩哈，琪琪，戴口罩不？来，咱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为着你的查某囝美玲祈祷，主阮为着陈浩来祈祷，主阮嘛伫你的面前为着一起来祈祷。主，伫阮的兄弟姊妹因生日的时，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当因按你举起双手，主你填满因生命的杯，主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互伊你的祝福临到伫因每一天的生活中间。主耶稣，你的圣神进伫因的内底，互因为你的圣神的帮助，因带着敬畏的心，对主你的脚步，一日一日，一直到一生的路尾。主求你甲因相合伫地，伫因过来这年中间所做的事，互因事事亨通，互因出入平安。互因所拄到的代志，无论是冲突，无论是喜乐，拢带有上帝你的平安甲能力。愿恳求主你甲因相合伫地，互因用因的生活所结的果子献予上帝，互你的名得到互人荣耀甲乐乐。愿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我个所性命，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咱来家属会来报告哈。这摆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请恁家己看。本周聚会礼拜9点半主日礼拜，祈祷会拜3 8点伫教会，查经班礼拜6的早上暂停，暗时7点半线上。圣港复赛后礼拜书会要请房间长老，领诗要请郭一玲执事，书琴要请沈千丽姐妹，书宪甲招待。请张世昌执事甲林安路执事，爱餐要请李淑清姊妹，请咱照这个顺序，逐工来读圣经、新眼光、读经表。具体交通第一，今仔日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日子，咱的主耶稣搁活的日子，伊让咱彰显了上帝对生命的权柄，互咱无论生也是死，拢充满盼望。互咱做伙欢迎上帝宝贝的孩子吴松林、刘思忠、柯金英领受圣神的祝福，
真侪天父宝贝的囝儿，咱也更加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圣餐、神圣的属灵盛宴。第二，幸福到恁厝后礼拜要伫赴美会一个家庭来举行，欢迎咱大家送幸福甲美会节的家庭。幸福到恁厝是教会的家庭礼拜，咱非常欢迎咱全家拢会当来出席参加。第三，喜乐保养院要定伫5月2号拜五暗时6点来举行60周年暨方舟园区的募款餐会，地点伫咱20的上将餐厅。邀请兄弟姊妹来共襄盛举这个公益，来参与方舟建造。认桌一个人1000块，也是一桌1万块。喜乐保院的开立捐款收据，有意愿参加的，请用美秀甲郭依玲来报名。或者是伫妇女团契来接龙报名。报名的统计日子到4月25截止。第四，请咱继续为所有女外兄弟的健康甲生活祈祷，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健康，耶和华以乐，恩上加恩。请咱继续为这个生日的兄弟来做生日的祝福祈祷。红的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问题，请用会计来更正。内底事项第一，请咱继续为身心欠安、中原庄人记、黄宏仁、洪吉兴、曾彦昌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请咱继续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来祈祷，升大学惠安，升高中善如。第三，请继续为咱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四，请继续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宜轩、义明、爱玲、恩金代祷。第五，请咱继续为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林教会、一教会德克达雅来代祷。接下来，请咱来吟上咏507首，因更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刷，请曾牧师祝祷。因更归圣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听堂，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列岛闭会。